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电视剧《后宫争斗》，用来害人的中药材草乌。而这个高雄真正有一个太太食了来中毒。这个太太因为脚趾偏痛，到中药房买药材转去转，啉完了后头开始戆，流沁汗，赶紧来送急诊。医师讲，伊所服用的药方有草乌、川乌，若是使用的分量无适当，也是专注的时间无够，拢会造成心脏的毒性，会来引发到心因性休克，甚至死亡。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若要专注中药，上好就要互中医师问诊赞美，安尼才安全。若是同服，极可能因药性相克而中毒。中国出内面，孙辉为了安排女主角提出这个有瓦哥草乌中毒，被用来宫廷斗争的药材，好高雄一个65岁妇人带入加护病房。有些人是因为头晕、全身不适、冒冷汗，全身瘫软，送医的。到院的时候呢，发现他心跳加快，然后呼吸急促。经询问之后才发现，病人因为有长期的一些腰臀部的疼痛。然后就询问友人，给了几方药帖，然后回家自行煎服之后服用。医生讲，像川乌、草乌，拢有乌头碱的成分，若用的量无妥当，还是控了无够久，可能引起心脏毒性。另外，还有煮曼陀罗花以后，它这个中毒。这样的事件来产生。附子它其实本身它也是跟乌头一样来自同一个植物，那主要乌头它是它的主根，那附子是它的那个侧根的部分，所以一样都含有乌头酯的这个东西。医生提醒讲，咱乡亲若要食中药进前，上好要经过赞美问诊，听医生的指示，安尼较袂出问题。